来台中一台客停车，伫个路口向上大回转，后壁一个骑士袂护线，直接撞落，卡伫个车骹。附近的民众合力扛车救人，但是骑士即摆还咧昏迷。警方讲会甲监视的影像送交通队，看这个司机是毋是有责任。 计程车通过路口了后，偏向倒边大回转，后壁机车骑士闪袂扶着撞落，人搁卡伫车底。附近的民众看到，大家赶紧甲车扛起来，甲骑士救出来。不过人昏迷，紧急送医，目前还搁伫咧交护病房观察当中。 车祸地点是台中公园路甲市府路口，机车的车头是拢毁掉，计程车的后车门嘛拢落落。司机讲当时有拍方向灯要回转的时，就听到紧急打档啊，所落来就发生车祸。拍方向灯挂啊，嘿，刹足紧的啊，我有听到紧急刹车声嘛。我挂的时阵，伊头弄到。司机强调讲，路口无禁止倒弯，也是回转的标示，才会直接回转。一透早转来到事故地点，确实有看到袂少计程车拢伫这个路口回转来载客。虽然无禁止回转的标示，不过警方讲回转的时，阁有其他的规定。驾驶人回车前，依规定暂停，显示左转灯光，并注意来往车辆及行人。 根据监视器，当时计程车通过路口了后是直接回转，所以警方会甲影像送互交通队来查清司机敢有肇事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